铁判令官十三名，赤心换了言，先为令。亲戚奸盟追魂魄，定不留人。到吴京，哦，师弟阎罗王殿下一个虎，嘿嘿，判官是也。只因杨氏、宋金二家征战江山，损者众生。那时听，单单去了这么一听，玉皇大帝召见下凡人民稀少，亲奉裁监事例。那九州原有9位殿下，也只单偏安了，使殿下之位。因无归主，玉帝建安，正直聪明，明暗全观，实地于印信。今日走马上任，这众贵宗带马随也上恩任。
上次城中还有几宗人犯未也曾发落，现有女犯1名未曾发落。好，带押上来，带上来。提去魂魄。呀！梦见了当地今天一个女钱财抬也莫抬，来俺这里来见恩荣叫苦，带着官司才齐盼爷看着女鬼粉腮娇嫩，留在后堂，做个好房夫人吧。呀呀呸！有天条啊，有天条，善用求父这战。则因你小鬼头儿虎，万山把俺这不曾见非有事可过用。起来，起来！女犯，你跪上先。是。敲了银，润风纷纷塞，倒挂台酒台，刘谢谢断柴，过个台舞台，小四四梅怀，朱青台出舞台，阴神的兵来，阴神的兵乱来，是谁家一金牌？这颜色不像死在这泉台。曾是人否？不曾是人，只因在南安府后花园梅树之下，梦魇虚神，守着留置，耀怒啼涌，流连缠绵，甚是多情，醒来沉吟，啼是一首。他年得榜传功课，不在梅边，在流边。哎因呀，此伤感一名
皇爷呀，皇爷，世上哪有一梦而忘之理？落花惊醒，乃花神之故。贵族传然安抚后花园，花神来见。太爷有令，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来见。来也。红衣树翻春落魄，山乡一曲女小魂。老潘大人请了，花神请了，呼唤小神有何吩咐？这一女子可是目色而忘的么？正是，他与秀才梦里缠绵，故而落花惊醒。看是你花神假充秀才，迷惑人间女子，可是有的？老潘大人，这花色花样都是天公定下来的，小生不过遵奉亲意，求狗人之礼，况古来也无有万花而忘的。怎么讲？世人无有万花而忘的么？正是。待俺设想几个，你却听了这。花把青春来，花神锦绣赛，有一个叶树莲，扯不断的流现在海棠寺，剪不断的香囊管，论相逢挡不住飞燕转，听到花如大不忘花王，却不到花神岁月岁花
老潘大人请息怒，从今以后再也不开花了。此乃天庭注定，哪有不开之理？这因女子既是目色而亡的，也罢，就编在鸳鸯队去吧。老潘大人，念他父为官清廉，可也取代。他父是谁？是南安府督包，今生淮阳总镇之职。哦，原来是杜老先生领爱，待俺走过天庭，临行也迟。多谢潘爷。不要谢，不要谢。潘爷呀，奉潘爷玉露查明，陆家丈夫姓刘，还是姓梅。啊，快走！哦，去姻缘部过来。哦。新科状元刘梦梅之妻杜丽娘，前夕有欢，后趁民配，相会在梅花观中。咦，果然有一丝公案。尔等天机不可泄露，藏不了，藏不了。杜丽娘，你与刘梦梅有姻缘之分，待俺送你出了望思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唯有文凭录音一纸，汝等前去。花神羞坏了他的入神者。是。
一头。默默梨花春元宵，今夜尘世飞上了，不知了此能多少？大地要知对神郎，小事了梦门，我便在梅花观中，喜得春游之意，调离全空。这既是春怀月满，风去排气。早见是勾勾是，此间会别有所大花卷，近看有伤，为此一离相爱，一时西廊下离。秀好个葱翠里门，可惜当了半家，待我一生儿子。呀苗啊，偏揽盛世又来干，四面墙垣不胜看，想得当时好风月，翻条烟照，就是就好人落地。哦。
来一天，有可普世，都提名在左领之上。怎神奇的挪到花园，就是好事离火也。看眼前景色一喜，似有高低重游之高，便是这一碗流水湖。
好几首太后是山子，也煞是见到怀里。咦，是地下压说什么东西？待我拾起来看。原来是个紫檀霞儿，举佛相说儿在内，不知后世搜查，待我奉到水馆中去，细细地观望也发。真是半圆荒风春意少，一时我可恨气都。
我转开关环一番。能提土这次用这火在莲花报所也为人多礼听在美侣。原来不是观音喏，这两世尊参我又不想啊！我想既是参我护天国金强既不是观音，又不是嫦娥，喂，难道是人间女子不成？哎，这话巧气叫人难吹。
我下配，这管何事乱猜？你看，真水之上有小字说哈，待我看来，情动分明是野人，冤棍之在若非信。他也得帮传功课，不在美边，在吕边啊！原来是人间女子的新骆驼啊！侯爷不在美边，在吕边呢。呀！怎奈情在怪事也。喂，美人，你有此容貌，怕不过好对头。为人怕。这天下姓刘姓美的却也不少，偏偏小什么no，叫做刘梦梅，说论起美边嘛，小生是有份的，就是那刘边嘛。也是有份的呀，喜皮他看这美人怎么有些说是得劲呐？正在那里为国一次的，哎呀，怎么也是再也想不起？哦，我想起来了，记得去春曾得一梦，梦也大花园。美日之下，立着一个美人嘛，no， 就是他。他说：“刘神啊，刘神，与俺方有姻缘之分，发结之情。”喂，美人，可是你说的？是也不是，哎呀，是也不是呀！哎，不是这的，待我再细细的认他一认。看这美人，不知谦卑在身，就是听得小声也不。他青梅在水，
看这美人，这双精巧的眼睛，使这关公盼着小生。待我走到这边，喏，他也看着小生。哦，待我再走到那边，他又看着小生。哎呀，美人啊，你何必只管看我，何不请下来，相叫一声，请呐，请呐，请呐！小佩，刘梦梅呀，你好吹话之翠微，实须所会，因是必真为夫人也。小生虽这典雅，真觉得小娘子万分之一。莫的相逢，不必不允何时一时。竟是地仙哦！欲望传工人情愿，恰具存在，李美比李南刘梦梅寻我见何？小娘子，这是小生的执着，少不得嘛。还要请教，哎呀，还要请教娘。他听
你叫他几声。喂，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的爹爹浅浅的姐姐真替你心里的莫怪小事，莫叫得你去喷情电话，图一下来了，他图你不亲重呀。用心下配，全部点心儿怒。小娘子，小生是古代在此，少不得要将小娘子的画像做个伴侣儿，早晚么喏。万之教之百之，哎呀呀呀呀，在之。安山大无人安息情。小娘子，这里有风，请小娘子到里边去坐。哟，小娘子时刻只认小娘子先行，小什么？no，谁嘿？啊，哦，要同行。同行，如此小娘子，请呐，请呐，请呐！哎，
子夏冉冉泪涓涓，就地使得死去年，四尺孤坟花池时，南方归去在升天。想当日里，我儿承欢膝下，8世应许。唉，如今丧亡，家门无托，我与老相公满怀相对，何以为妻？唉，真过是凌云深，观世呀，春思无凭，断送人年少。自从我儿亡国，俺屁股空存，肝肠痛疾。又见他独残失本，绣八花枝，断分林下，欲赞其履，痴痴无非泪眼潸潸，简直总是伤心。算来李娘一去已要3年，如今又是他的生辰之日呀。
门外敲钟之声，不知是风是人。有人。哦，有人。哦，敢不是老哥哥送茶？哎呀，免劳了。
说，哎呀，不是公公还有谁来？哦，待我开门一看。怎么看这小样子，这个容貌有些说舍得紧呐。哦，请问小娘子因也下过，有何见教？秀才。哎呀，奇哉呀，怪哉！想天下有这等绝色的佳人，深夜相遇，哎呀，莫非做梦不成？秀才，这不是梦。快上我造化音，我还喜儿旁边采不透心，儿花被选情不上心儿。
子如此的动情，到底是何方仙子？秀才，你是一对着春容，就得那般亲切，你可认得这画中的生儿么？哦，这画中我想起来了，记得去春曾得一梦，梦也大花园，在梅树之下立着一位美人就是你，你是刘神呐，刘神与俺有姻缘之分。姐姐，可是你是的，是也不是，是也不是。哎呀，就请小娘子将姓名相告，且到且呀，且。好，说问我的姓名么？秀才。你对天明下世来，奴家便将实言相告。要小人对天发愿么？真是。好，如此待小人许愿来。升天一升天。地平相干仗，刘后会情深义大，与刘真家人体并发，祖父亲深仇同月死同花，干父亲。命运延长，身后也似同花，星辰感动。情姐姐，为何掉下泪来？感君之臣，不就泪下。哦，是，秀才，你当奴家是谁？哦，姐姐么？不是人间，便是天上。不是人间，也非天上。啊，不是人间，也非天上。是啊。
难道是鬼？人精！呀，难得小娘子这样美貌动情，纵然是鬼，我也不怕。干政之臣，我就是对你施了吧。是。我乃南安府督公之女，小子李娘姐。小菜，当初我曾为你而死，今世我要为你而生。为我而生，但不知怎样会生你。你可有事姑姑商议，将我坟墓打开。人妻此下，奴家便可回身。是。若得如此，真乃喜出望外也。
嘿嘿嘿嘿嘿，还想这个雷公子对你公样说啊，是姑姑，我那同小姐就要还生，你速去将她坟墓打开，救她出来呀！你想家庭子里爱我吗？想不够写出来。这还是哦，真的好，哥们要得，谁哇啦嘿，来投缘，我说来这啥事体？你快去把窦小姐的坟打开来，把窦小姐救出来噻！我听子你姑娘个说，我话得你说的呀，啥么子啊？哎呀，姑娘啊，你那哈相信你是个我了？你想想看，窦小姐谁子一个我两个三个四个，啥有个这样？人死他子们那还为我走来呢？哎，我不相信，我不气。一姑娘听我说害我，面孔一白，也对我说着来投缘。我叫你去挖坟，你就去挖坟。要是窦小姐活的，你就把她救出来噻；要是死的嘛，不关你啥子事情哟。我听着你个说。这还起我窦小姐个坟大字开来，这个古在背，我说嘎嘎嘎嘎嘎嘎，切开来一口，西瓜菜，哎呀，真是西瓜个菜，你看，窦小姐个身体一定要服我，面目如生。好，三狗困着了都，这个泪水在在那旁边一声不响。等了谁子过来嘛？没出一根豆香。对我说，这个香叫维稳香。第一个字嘛，等到窦小姐个朋友下宣告一宣，窦小姐谁问？我走来个，别去过来，跟我试试看。哎，啥子？窦小姐，你虽然害我都想熏了啊，你熏子没我走来个，窦小姐，快点嘛我走来，耶，一点不动灵嘛，不反应嘛，这个。哦，想到这，这是外来产品。别说，少年还非要管啊？少年还非要管？哦，说什么？哦，您说的药力不够，要熏2回。哎，您有经验，那我就再熏2回。还听您的，来，窦小姐，有人讲什么听啊？要害我再训你2训，训你2训嘛，你为我走来个啥子啊？跟我再训啊！窦小姐，你快点嘛我走来啊！快点嘛我走来呀！同志啊，自不劳动啊！同志，龙先生，我走来个在。这个泪水人一开心，把我5两银子，关着我
搿桩事体啊，千万不能这样出去搞。我说嘿嘿，我晓得噻。你姑娘看见我拿着银子嘛，也对我说的呀。来投缘，窦小姐活过来是做喜事噻，你快去准备酒菜，好好的庆祝一番噻。哟，我对你姑娘妈妈这个银子放到缸子，搿么闲话说说，让我去准备。杜小姐，让我快点儿走噻。我父亲听听，请与婚。重申圣国领亲恩，便好今朝，臣将两亲从此不离分。哎呀，我说杜小姐，我看你的身子哦，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噻，赶紧跟刘秀才成了婚，我们也可以讨一杯喜酒喝噻。啊，姑姑，此事尚早。怎么还早啊？不早了，限我此番回身，爹娘尚未知晓，待我兵过双亲，再成花枝之礼，也还不迟。待等成亲之后，再去拜见令尊令堂，有何不可啊？对头。no，就请舍姑姑为媒。今朝洞房花烛夜，明春金榜题名时。要得！不好子！我说赖头元，啥子事情能给着急哟？哎呀，哥哥啊，我可惜神西噻，跌跌冲冲，冲冲跌跌，冲得子没下过你来着。陈老夫子他来干啥嘛？不晓得，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好，哈，
秀才小姐，哎你们到里头躲一下，陈老夫子来了，让我来对付他。哦，是，不要讲话。来此一事，不便尽设。啊，佘公公，佘公公啊！陈老夫子啊，今天是啥子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噻？不是哦，啊小姐既设，我问人一同前去，可好啊？陈老夫子，你说的话是对头的。上小姐的坟，我们不能空着手去。是啊，你晓不晓得，小姐在生的时候啊，最爱吃我做的红油水饺来汤圆儿。早啊！我跟你说，明天一早，我们一道去，我准备了好多的酒菜，要是小姐她吃不完了，怎样啊？我打一个大包包，你拿回去慢慢吃。多谢了，好不好啊？多谢了，好的呀。我说陈先生啊，你这个人呐，我看是越来越壮实了。是道姑。陈先生，我跟你说，有空啊，常常来看看我。我们两个呢，也可以摆一摆龙门阵嘛。陈先生有空来耍一下啊！是道姑啊，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呐。有啥子授受不亲？是不得，陈先生，我一讲，我去了，我去了。我跟你说噻，陈先生，你要走了，我一个人怪寂寞的哟。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不要走啊！走了。陈先生，陈先生呐，你们看这个老古董，老子还没有开花，不好，走了，叫他们出来。有请下家罪人。陈先生到此何事？哎呦，你说陈先生这个老古董啊，他让我今天去小姐的坟上去看一下，那啷个能去啊？这是你说说看，他要是看见你的坟被掘开了，他一定会报官。他报了个官，我们4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嘛。此事与他何干呐？哎呀，有关系呀！老爷走的时候啊，特地关照陈先生，要把你的坟茔看得好好的。他一看掘了坟，那事情就要穿帮喽。姑姑，这快些想个法儿才好。想办法。你想办法，想办法。我跟你说，办法我多得很。什么你们呐，法儿？你们2个一定要听我的话。是。我说你们2个今晚立刻成亲，一条快船送刘秀才进京赴考。要是中了头名状元，那就是金榜题名，芙蓉起贵，回到家中拜见岳父岳母。我准备一桌满汉宴席，你看看你们老人家一定是大团圆了吧？哎呀，这个计策好不好啊？好啊！
我跟你说，我的计策比诸葛亮还要好3分呢。哥哥，还要反省哥哥。啥子？我们做过冰箱啊。冰箱？我做冰箱。我是出家人，不好做冰箱。现成的冰箱就在这里。过来。来头园儿。今天秀才跟小姐，要成婚了。你呀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啊，你来做冰箱。我不会。不会？不会。拿了5两银子，你不会？不会。你好好想一想。想也不会。不好。和我一身上衣裳去，这个衣裳那好像这冰箱也不可以管，还臭烘烘的。不着急，不着急。刘秀才，过来。哥哥，来，膀子抬起来。这抬好啊！来。哎呀，这做什么啊？冰箱要穿。来！哎呀，对头了！你赶紧喊起来啊！成功了！好。牡丹的里一梦游，梅香谷里两神仙。今日吃子都有罪，少是少费1两油8天了。金头马。你这个娃儿，他们结婚，你进去干啥子嘛？看，看，我都不看，你去看。你口上。我跟你说，年轻的娃儿这个东西不好看的。一看呐，啷个你就学坏了？学坏了。你呀，马上去准备一条快船，连夜送他们2个进京赶考。考着。快船。是的。快点儿。是的。快点儿去哦。你看，这就叫天赐良缘，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还是一个人。
们晚上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我今天很荣幸的把我们所有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请出来与各位观众见面。首先迎请春香闹学的青年艺术家魏春荣，还有艺术家陆颖昌老师。下面请游园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沈世华老师。下面请惊梦演出的表演艺术家华文怡老师和岳美缇老师。下面请寻梦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梁谷音老师。下面请写真演出的表演艺术家王凤梅老师、郭建英老师。下面请倒虚演出的表演艺术家刘义龙老师。下面请离魂演出的表演艺术家张继清老师。王维坚老师。徐华老师。接下来有请闽派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侯少奎老师。接下来请石画演出的表演艺术家石小梅老师。接下来请出教画的表演艺术家汪世瑜老师。请艺女演出的表演艺术家王小瑞老师。请优惠演出的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老师。张寻鹏老师。请婚走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杨春霞老师。张继蝶老师。下面由北方昆曲剧院学员班的学生为大师们献上鲜花。观众朋友，大师版《牡丹亭》今天就要落下帷幕。我们衷心祝愿艺术家们艺术青春常驻，祝愿你们健康长寿。观众